欢迎你来到台大，阮是第39届鼓励台湾大学学生会。拄一来台大做学生，你还细小美赶紧实赛基地资源侪全会好玩。伫遮，你有若会了解学校的环境甲制度，阁有过来自几年，恁会安怎伫即个学校内生活？校园生活自地着有若很吹塔子体练知识，阁有伫模拟上课的时阵，咱安怎来使用校园环境？安怎甲同学来交陪、插社团、办活动？安怎伫大招上课的制度内底，经家己爱的课程甲摕到肯定？你会知影咱做学生会当有真侪行动甲试验的机会，刷完啊小着学生即类型分的限制。伫大学，咱更加要去学习安怎才做一个公平。学校爱安怎规划才会符合咱学生的需求？学校敢会当看到学生社团活动的价值？凡此种种，拢是咱一来大学了后，更加有通去参与改变的，而且这嘛是学生会搭咧做的代志。咱讨论为学生来讲，啥物是个较理想的学校生活？伫甲学校教写的过程中，咱学习的才是建立理想共应用生活的能力。有够伫即个讨论过程中，每当体有知的代志时，咱有魔共家己、魔共家庭的处身，逐个人的生也经验拢无相共。有当时上滑差机体差咧地咧，会造成咱小济。也有够当咱理解咱的处境是相像的，解决问题需要专业，嘛更加需要大家用魔共经验的参与甲参详，咱就有可能来相了解。透过讲经验参与，咱更加有机会看到身躯比甲咱做伙生活伫讲一地校园的人有如何拄的意志性，也才有机会实赛即个校园、即个社会，才是 MOU， 也阁有咱大家无共生也经验会较看到的面膜。所以欢迎大家加入台大学生会。咱做伙来实赛校园，做伙建立咱理想的校园生活。